大家平安，我是张简小姐。6月到啊，市场上热烈的前景，无过是准备曝粽。曝粽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挑选好用的粽叶啊，也佮有粽的灵魂，香滚滚的红葱仔头，佮油亮的咸卵仁。来听看卖，伫市场要安怎甲头家开喙？头家，今仔日的粽叶啊有水无？我想要买回去做伙曝粽。常见3种粽叶：麻竹叶、桂竹叶、月桃叶。本集字卡：粽叶啊、竹叶啊、桂竹叶、麻竹叶、月桃叶啊，亦是叶桃叶啊、红葱仔头、咸卵仁。今年端午，换你用台语去市场讲看卖哦。